阿雄。专家有机会就讲咱出来第5个啦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，奖金上济35000，真哥你砸登去哦！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阮呆呆甲女神呐。哎呦，嘿，谁那是呆呆甲女神嘞？来，咱队长来讲一个，来，喜唔喜？我就是迄女神。哦，啊，阮遮就是拢是呆呆的，啊，我嘛是甲呆呆有淡薄仔关系。哎呦，是，我是社会大学的，哦，社会大学社会大学的呆啊，生啦我。自细汉拢住伫台北，台大。硬尾好啊！我家己介绍，目掉。今日2队拢是家己报名来的哦，赞，戏中的观阮这众。边的拢是呆呆，是，对哦。拢呆呆的对啊。不是呆呆，是呆呆。呆。嘿，来介绍咱的队友。来，家己介绍一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百名怪，啊，阮拢读地理的，啊，阮会来报名是因为讲嘿，阮做伙出去佚佗的时阵啊，我伫山伫咧厝的，啊，看到你这个节目，啊，感觉讲吼比想嘿，主持了足好的，啊，刚才学足侪台语的，所以阮就报名就来啊，嘿。学台语是重点啦，上古水的是啥？因的名啦，拢足古水，你啥啦叫做百面怪？阮全部拢是 Pokemon 内底的。是，这是咱的百面怪。欢迎啊！后一个哦，后一个嘛真厉害哦，嘿，是啥物货的来？大家好，我是精灵狗，就是这只，伊叫做伊嘛叫做伊布安尼。伊布，嘿，伊布，伊上有名，伊布。是。我其实是台南人，不过我感觉讲我来到台北了后，我的台语变甲足无练转的。嘿，就想要来遮学习一下，练习一下，嘿，无，咱家都是来练习的。欢迎你，欢迎。来，搁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肥 Q， 嘿，我会选肥 Q 是因为我西区啦。嘿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杀入去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困大仙，困大仙，好意思，困大这只上大只，嘿。啊，我进前伫咧台南的时阵，阮就是阮兜会甲我讲台语，啊，毋过我的台语做袂认得的，所以我就唔敢讲。哦，我是来到台北读册了后，发现讲，这应该最重要的，我想要。学安尼，所以就甲朋友做伙来遮，就想讲有这个机会来练习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咯！哇，来换你这边啊哦。是，咱这边是呆呆甲女神对吧？阮这边呢是生活当中都是神啊。哦，欢迎咱上强的林希啊队长，咱的新武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新武。啊，我迄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我迄人生吼较丰富，我自细汉厝里就是咧卖鱼啊，所以就是自细汉拢伫厝里斗相共卖鱼啊，啊好后来就去学迄报道，叫报出来啦，对，报出来啊，就礼拜几行。礼拜演艺界，原来生到水啊，台语啊，就是你哦。对，上卖鱼啊，对，嘿，啊，搁之前有做过迄护理师，嘿。拢是照顾，对，拢照顾病人的。所以讲，你今日出来拢是掠鱼仔的吗？拢是掠鱼仔甲护理师的。护理师，掠鱼仔啥嘞？护理师，拢是读护理师的护理师。护理师我惊着。护理系，护理师的护理师。护理系，科系啦，科系，护理系，护理系，系啊两系，哦，都是护理师的对啊。啊，个掠鱼仔，是，我看到第一位的是。应该是掠鱼仔啦，吼，是来介绍一个阿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伯啊，我来自宜兰首尔。我来哦。目前嘅工作是担任首尔区议会议政场的拍卖员。欢迎你阿伯，谢谢。是，好来个沙律机。大家好，我叫连辉，我现在目前是伫开刀房做护理师的工作。开刀房，欢迎大家来南摩啊吃海产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来个沙律机。大家好，我是 Lucy， 我是后婆甲连辉的查某囝。哎呦，咱徛这远，敢若唔是一家伙。我相信。我平时会甲阿公阿妈开讲学台语，因拢接介这个节目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沙律机。大家好，我叫阿香，香诶，我嘛是开刀房护理师，是欢迎大家有闲来宜兰佚佗。你是病啦，赶快啦，卖去便宜啦，来宜兰佚佗啦，是好，就要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今天的国文老师林淑琪林老师，抱歉欢迎。
家好，我是小琪，学台语长时行，会讲会听，互你报名摇。好，你就该报名名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初计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具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具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具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具。你一句，我一句。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还有3题。3题哦。分数高的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手要较紧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就紧来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安怎？4个字。若是想要发财，咱一定爱安怎4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咱的女士。想要发财，拍拼。来一句。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认真拍拼。哦，认真拍拼，老师你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，继续搁想哦。来，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去买奖券。哦，去买奖券，老师安尼对唔对 ？OK。好，来，继续搁想哦。来，不行。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安那？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考到台大。考到台大，老师对唔对？来，今天来答案。以后会发财啦。系啦。来，鱼汤。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去找头路。哦，爱去找头路，去找头路，老师对唔对？OK， 去找头路。好来。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会晓投资。会晓投资，老师对唔对？有影。换你。好啊，咱哦。好，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去拜财神。去拜财神。去拜财神。去拜财神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去拜财神。来。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四界走总哦。四界走总，袂歹哦。四界走总，走总要到，唔知哦。四界走总，老师对唔对？四界走总，就一定会发财吗？无一定诶。安尼较免讲一点嘛啦吼。来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来，分数先。终于得了1分咯。咱请老师来解释是安怎名安尼讲。好，来老师。四界走总无一定会赚大钱啦，吼，无一定会发财啦，吼。咱这条的答案嘛会当讲啥？比如讲，若是想要发财，一定爱拍拼赚钱。按拄则讲投资嘛，吼，投资股票。有的人会去拜土地公，有的人去买迄大乐透，有的人会用钱加钱，有的人会求财神爷，还是拍拼做事，吼，这拢有当互大家参考。不要紧，大家拢了解哦，还有2题哦，但是真正要拼输赢哦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到咱台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家拢真爱去什么，看什么有够精彩？哦，去什么3个哦，吼，看什么有够精彩。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大家拢真爱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有够精彩。哦，电影院看电影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 OK。好，来搁想，来阿波。大家拢真爱去讲球场看讲球，有够精彩。讲球场看讲球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 OK。好，来今日搁想来。好，大家拢真爱去动物园看动物，有够精彩。哦，动物园看动物，老师啊对不对？好，来看动物。好来，大家拢真爱去大富能看演唱。有够精彩。大念能看演唱。哦，
大粒软看演秀有够精彩，老师对唔对？大鸡蛋啦，大鸡蛋啦，吼，OK，老师胜利球，好来，来，你讲。大家拢爱去美术馆看展览，有够精彩。好，美术馆看展览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好来这边。大家拢真爱去鱼市场看拍卖，有够精彩。鱼市场看拍卖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真好。来，换你讲，大家拢真爱去体育馆看比赛，有够精彩。体育馆看比赛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大家拢真爱去演唱会看表演，有够精彩。演唱会看表演，好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演唱会就会使。来，大家拢真爱去电视台看节目，有够精彩。看录影，看录影，看录影啦，看录影，有够精彩。电视台看录影，录影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对啦，咱即摆录影就最精彩啦。来，加油加油！来，阿波，拢真爱去篮球场看篮球，有够精彩。哦，看比赛，看比赛，哦，篮球场看比赛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对啦，看比赛就 OK 啦，看篮球怪怪。看篮球，唔知要创啊。篮球就球。来，大家拢真爱去啥？大舞厅看跳舞，哦，有够精彩。大家拢真爱去大舞厅看跳舞，有够精彩。哦，大舞厅看跳舞，有够精彩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应该是看舞蹈会较好啦。哦，看舞蹈，看跳舞袂使哦。跳舞是人咧跳舞是迄个动词嘛，吼。哦。啊，你苦恼啊！哇！哎呀！好啦，咱接足久啊，就要停者。不要紧，老师意思讲要恁平分啦。好，来，分数。啊，恭喜咱这边得到第2分咯，哇，无平啊！咱这条大家拢真爱去虾米所在看虾米，啊有够精彩嘛吼，所以要有所在甲你要看的代志吼，啊咱两队拢不止啊够接吼，啊我只甲讲几个啊，互大家参考，比如讲有的人啊那有的查甫的真爱去海边啊看美女呢，啊去看美女，啊有的人去啥？去火车头。哦，啊去看迄个咱咧迄古式的火车有无吼？看火车吼，啊去博物馆呐吼，博物馆有足济嘛，有一种博物馆是当看古迹的，吼，啊比如讲有的人迄八关山啊吼，啊去看咱的日出吼日出吼，啊拄则有讲到美术馆吼，美术馆足济通看嘛，嘛会当看啥雕像，吼，以上拢互大家参考。好来，不要紧，过一题哦。加油加油！嘛是赶快会当变盘哦。好来，手更好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唔通倒咧安怎，若无会安怎？嘿，唔通倒咧安怎，若无会安怎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若无唔通倒咧看手机，若无会落枕要怎样？催眉。哦，看手机。没催眉，没有那个落枕要怎么讲？绕境哦。绕境哦。绕境。若无会。你讲别种的啊？会安怎？近视。近视。通倒咧看手机，若无会近视，安尼吼。哦，看手机啦，若无会近视啦。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就对啦。嘿，来。上强的，请。听到咧食物啊，若无会记着。哦，食物啊，若无会记着啦。老师对唔对 ？OK， 嘿，来。唔通倒咧。饮饮料，若无会记着。zap啉饮料啦，若无会zap着啦。老师对唔对？真赞。嘿，来。唔通倒咧做运动，若无会受伤。做运动会受伤。啊，问老师啊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做运动有的人嘛是会倒咧，啊不一定会受伤咧。干嘛学？对，不要紧，分数。啊，恭喜咱女神得到球啦！来，老师该谁啊？哈，来，老师，来，
倒咧就是躺着嘛，吼啊，所以迄个其实有真侪迄个有介动作，伊嘛是会倒咧，啊，所以倒咧做运动无一定会受伤啦，所以拄则安尼小可怪怪，吼，小可怪怪吼，啊，迄个拄则咱已经讲到真侪答案啦，吼，啊，甲举几啊，互大家参考，比如讲咱毋好倒咧安那，有的人安那介意倒伫遐倒带碰伊咧看电视，啊，看久目睭啊，对目睭较无好，安尼会近视，吼，会近视，啊是讲迄个有的人倒伫迄个眠床边有无吼，定倒在眠床边啊，无细字的呐，会安那拨落去有无？会拨落吼，啊是讲迄个倒伫迄碰椅顶咧困。啊，甲电风强咧，冷气吹咧，安尼会降着。唔当倒咧吹冷气。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看一下分数哈。先看阮这边，大家。可以得到1分啊，袂歹。啊，来咱这边上强的咧。今嘛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咱第一回合5000的奖金先放在倒位咧？咱上强这边，哎。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无？来，第2回合手搭定格机。手搭定国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国机。台语望看卖。哎呦，台语望看卖是要望内面的什么物件是不是？看因惊什么就望什么啊。哦，应该大家拢有惊的物件啦。对。我惊的物件都多呢。哦。是。我跟你讲，若是这种恐怖箱吼，若是吼，什么鱼啊啦、糖啦，这种啊，若是吼有物件有味的迄种我嘛会惊。这真正有味呢。真系是啦。嗯，啊是会动的无？会动我会崩溃，我会走。袂叮当伊袂叮当啦。袂叮当，一定就是有迄个味啦。一定是啊吼。应该，我就是唔知伊是偌久啊，死偌久啊。真的啊，阮真正假啦。是，不过我感觉吼，心骨应该是较袂惊。系啊，鱼啊拢加提，刀拢加提啊。不过我想要问你咧，你安尼杀鱼啊，你家己会惊无？袂呢，习惯啊。好，来准备好啊哦。来准备哦。咱较温柔啊，阿妹哦。来，目睭看头前哦。看头前。好，来，台语望看麦。起了。水母，确定吗？哇，有味道啊。啊，我知，鱿鱼丝。我一般我就知你搁爱骗，搁啥物卖鱼的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鱿鱼丝？女神队长来拼输赢咯，鱿鱼丝的台语是要怎讲咧？好，来，台语望看麦，来开始。起了。是啥物？来，请问。水母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有味道啊！啊，我知，那个嘿，鱿鱼，咩鱿鱼丝？到底是啥物？鱿鱼丝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鱿鱼丝？鱿鱼丝对。来分数。我一般我就知你搁爱骗。来分数。你这边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这有影是有味啦，毋过是啥海味啦，吼，海味吼。好，这是鱿鱼的脚含手吼来做的啦，吼。啊，迄个有人讲鱿鱼丝，嘛有人讲鱿鱼手。哎，这2种讲法拢会使。我袂记你唱。不要紧啦，咱都通啊拼啦，吼。来，咱今日我咱。好，来第2位哦，是我看第2位2位男性应该无啥好惊的啦。对啊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，目睭看头前，咱台语望看麦，请望。小伟，讲，继续讲。更复杂。哎，来，木西。什么？看头前。手来吹出来，我小强，唔使袂惊啦。无紧，尽量。哦，有够激烈，这支扫帚。哦，
射击扫帚，确定？我来问老师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射击扫帚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，就可以得到第2分了。哦，好来，咱先跟老师一下，来老师。这有影是射击扫帚啦哈。啊，这个扫把有几种讲法，一种就是扫帚，啊一种叫做扫帚。扫帚，哈，啊，甲一种叫做扫帚、私右手，3种拢会使。扫帚，跟咱的手安尼有无？扫帚，啊，第2个扫帚，含咱的手的音同款，啊，第3是手，啊，红手迄个手的音，嘿，3种拢对。哇，咱这边爱加油呢！加油加油啊！1万块呢！来，今日换人。哦，阮这边女神拢还未开市啦。是。这题上重要是一定要懵懵的紧出来皮看卖什么物。对。啊，讲迄什么物件？会记得哦，袂当摕着哦。哦，唔当摕，不用懵哦。准备好啊！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懵看卖，车开始。车崩。有无？什么感觉？你两个。哦。什么？来，别个。偏姐。阿爸，你确定？哎，阮头早讲的是伊的味哦。等下，你有啥物？你摸着啥？感觉？啥物？阿胖，伊温度是安怎？无啥物温度呢？无啥物温度，你确定？可能错。你确定无啥物温度？而且我买着别项的物件。哦，无别项的物件。啊，你拢无闻到味？无呢。对，你感觉是鸭肉？因为阮是。一人有2摆的机会啦，嘿，好，不要紧，2摆机会就好啊，哈。好，来，阿爸，老师是不是阿爸？阿爸唔对哦。哦，阿胖。伊嘛是一个球，用个边的球。哎呦，袂歹哦，嘛算厉害哦。啊，你又看卖是啥物？来，你印象内底这个物件摸起来，这感觉是啥？咱阁有2届机会，所以讲这是第1届。先有诶，粉色有。边的球。边的球是啥物？边球。边球哦，边球。边球好。你俩这你好看呐。系啦，啊你二人好到顶啦。好到顶。来，老师是不是边球？边球嘛唔对哦。来，刚好你个蒙嘞。过来个蒙嘞。记得唐阿宝，较温柔诶。啊，内底有物件，上好甲滴出来，滴出来。你拢无蒙着。你有一个嘴甲滴落去。我们要的是阿爸内底的物件，尖尖的物件有一个头，有一个头甲滴落去。嘿，哇，有啊嘛，知啊。哦，来，先帮，先批。你来，你手提起来看卖，有看卖。我知啊。来，什么？芳水，确定？嘿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芳水？安尼就对啊。来，开始啊，分数。有一点的9分啊。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这就是咱的香水嘛，啊，所以爱甲滴出来才有味啦，哈，芳水，嘿，恭喜。好，来，咱今日哦，5分数哦，换人。嘿，来，八面怪，你惊啥？惊鬼。惊什么？惊鬼，这应该大家拢会惊啦。嘿，不过是咱看袂到的无，好兄弟啊，这个唔免惊，给咱尊重伊就好啊。吼，咱甲尊重就好啊。是啊，佫有啥其他的动物啦啥你惊？毋过我是会使连家蛇拢会使，头手落啊抓的。所以人安尼手掠家蛇呢？用手掠家蛇啊，这哦。手落啊，爱有手落啊。其实哦，这个物件哦，会吸要落家蛇。有影。对吼。伊会用伊的迄个家蛇。碎尸万段，无唔对，有影，这家蛇会惊啦。恁爱注意，爱较细。咱人嘛会惊。妈妈你惊啥？家蛇。你多好惊家蛇。会飞的家蛇。啊，伊这应该，伊若无细入味就差不多哦。嘿对，这较困难。对，安尼个想拄咱讲的，拢有啊。这唔免地啦。在望我招魂，对，准备好啊！好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，加油！这，切了！来，什么？电风，三位，电风，确定？来，老师电风，恭喜！来，分数，有一滴的9分哦。
白手啊，白手啊！咱来听老师介绍这台世代电风。是的。这就是咱的电风扇嘛，因为加电它有风会出来嘛，所以咱就简单讲电风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各有哦。好，最后是有哦。好，来换人。你问讲我内面的物件，我看到困难无？我感觉略困难呢。系啊。不过对恁少年仔来讲，应该是无啥困难。是的。是，我有我的困难处。啊，你上惊是啥？我啥物拢唔惊。哇，惊无钱。我惊哦，对，无钱加地动。地动哦，这嘛是大家拢会惊的啦。是啊。来，阿查某囝咧。Lucy 啊，Lucy。你惊啥物？惊加抓。哦，惊加抓，跟妈妈同款。好，来准备好啊！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蒙磊。是下。啊，给你吹哦。撸看麦，什么？哦，来。你会使放落去蒙一下，伊拢无蒙。哎，你内底啊，你内底，是啥物？你试落啊？嘿。你有蒙到无？你有蒙到啦。思考一下。想看麦。嘿，想看麦。随什么？你应该点了啊？随身碟嘛。啊，台语。随身碟。随身碟。确定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是不是随身碟？安尼就离啊无彩。哎呀，一人两摆。随身珠盘。随身珠盘。等。无紧，尽量。来。随身资料碟。哦，随身资料碟，老师对唔对？你要讲遮长是吧？我3字就好啊，减4较7减的。随身碟。哦 ，OK， 好，安尼恭喜。音的问题啦。嘿，音的问题。好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第3分咯。来听老师解说，嘟嘟啊，都位唔对啊。来，就是咱的随身碟嘛，哈。啊，咱直接翻就是随身碟。碟，啊，咱步腔较悬啦，啊，若北部腔你讲随身碟，会当较低，吼。啊，咱嘛有另外一款讲法，就是讲因为安那，这个随身碟啊，咱迄个资料嵌伫内底有无？是。啊，咱免搬咱的电脑啊，你甲插咧就会当知影资料啊。对，就有迄个资料嘛，吼。所以咱安尼嘛会当讲便插。便插，足方便的，甲插落就有资料啊。便插，是，所以两种拢会使，便插还是随身碟，直接换。是老师嘟嘟啊，迄个Lucy，伊的音嘛，伊的点唔对啦，伊敢念碟是无？碟，碟，嘿，唔是碟，嘿是碟，嘿，比如讲光碟啊，讲光碟，迄就是碟，唔是碟。唔是碟，系可惜哦，可惜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哦，唔过袂歹啊，望得出来袂歹啊咧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来，咱请回，来今日来看分数。是的，变盘咧。变盘吗？是啊，后一个回合更较好变盘。是。好，来看咱台这边，今嘛有3分哦。哦，啊那咱呢上强这边呢？有2分，袂歹。哦，所以讲1万块。1万块爱送互咱的呆咯！哦，先加着，继续哦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到底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这个回合哦，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。是。伊就是你甲咱讲，咱若要作战的时阵，唔当全部大家拢出去，咱若甲迄个危险甲风险甲分散去。吼，来，咱即马要出题啊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的风俗内面，新娘结婚拢爱等开线，你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吗 ？A. 祈求赶紧有新 B. 驱邪破煞 ，C. 甲歹性地单调，新娘啊新娘啊。
你有迄落正式计计出无？我敢若有喺讲正尔，讲毋过咱以前拢有看嘛，这种物件就是啊，你弹掉啥物物，比如泼出去的水，啊，你弹出去的线就是讲啊，新娘若有是我歹性地啊，有啥物的就甲弹掉啊，因为嫁去人家，你就爱家己的脾气甲收起来。问一下，啊，你家己有收起来吗？哦，我已经收足济啊。新娘结婚拢爱等开线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咧？嘿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内面有结婚的哦。哇，有新娘啊，哦，是到底是毋是赶紧有新，还是撇起来？还是讲甲迄蛋性地、歹性地蛋掉的？好，来一个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那你请起答案。来哦，哦，我来问一个哦，甜甜。新娘啊，新娘啊，你有迄落正式计出无？我敢若有喺讲正尔，啊，毋过咱以前拢有看嘛，这种物件就是啊，你弹掉啥物物，比如泼出去的水，啊，你弹出去的线就是讲啊，新娘若有是我歹性地啊，有啥物的就甲弹掉啊，因为嫁去人家，你就爱收家己的脾气甲收起来。哦哟，问一下，啊，你家己有收起来吗？哦，我已经收足济啊。安尼赞，安尼赞。会啦，一定会啦。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百面怪，你知影这个答案？对新娘我就对啊。哦，结果唔对，我就后悔。是来，咱这边有一个已经嫁出吼。啊，咱换咱这边嫁出，也许有2个吧？对啊，2个。两阿芳嘛是嘛，吼，芳的嘛是，是恁选的是 C， 对不？所以讲咱查某囝选 B 是因为。该风险分对，伊牺牲啊，牺牲哦。哦，是，我要问一下，新妇，你捌听过无？我唔捌听过，我嘛是对妈妈选。咱来看一个哦，吼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5条命留落来，来这边4条命留落来。来，拄则咱台台甲女神这对，其实咱的队长已经解说了真好啊哈。伫咱台湾嫁出的风俗内底，新娘啊结婚的时阵爱等开线，因为啥？因为这个开线的线含咱的性地性。两个迄个音吼，足歪音嘛，虽然无完全共款，无歪音吼，啊，所以这代表啥？新娘啊爱家呀啦，一寡这个还未嫁出的，一寡这个歹性地家淡掉吼，淡掉啊，嫁入去人兜，就爱做一个温柔的啥好媳妇啦，啊，这就是咱一般讲的啥？放性地，放性地，所以这淡开线就是代表甲歹性地家呀啦，淡掉，是。好，来，恭喜这边5条命，这边4条命。好，来，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，紧张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自古都有咧掠鱼，不过以前掠什么鱼是爱互人抽射的 ？A. 沙鱼 ，B. 乌鱼。C 酷鱼，好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哦，这俩鱼应该会知哦。我感觉这有较合。台湾什么时阵有酷鱼？阿哥，来，4、难的呢。 3、2、1，那较难就把迄个风险分开哦。来，咱请是答案。哦，来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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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哎，来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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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哦，来八面怪，因为我捌看过研究有写过，是，伊是地理系哦，地理系甲掠鱼有关系哦。伊可能有做田野调查，我是看一个中央研究院的老师写的。哦，哦，啊，那咱刷鱼的，你就是先保险。 我保险，我感觉刷鱼感觉嘛是卖足贵的，所以嘛是爱抽一点仔税，我是安尼想。无唔对，啊，那这我就来问一下吼，莫哥哥，应该专业的。是。这以前乌鱼是你当地迄当阵掠的时阵，啊，就是讲伊寡较迄个海卡有无？
算讲，那掠较济时阵，咱互一寡较存款抽一寡水，炸都等过年安尼。是，因为乌鱼真有价值，内面不倒内面的物件足乌鱼，对，标嘛是。哦，我都唔知影，讲了对啊，唔是唔对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嘿，来，咱 A， 咱先休困者啊，失败，这边4条命，好来，咱来上强的这边嘛是4条命，又搁平手咯。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来，这个乌仔鱼有足珍贵的啥？这个乌鱼子嘛，啊加啥？乌鱼标，伊是念做标吼，乌鱼标吼，所以佮互叫做啥？乌金。乌金吼，啊是咱的鱼面吼，一冬内底收入上介大档的，吼，啊，迄个伫咱冬节前后迄2礼拜外，吼，这个乌仔鱼是大出的时阵，吼，所以就会请真侪渔船啊来掠这个乌仔鱼，啊，伫这个荷兰时代就有真侪中国的渔船啊来咱台湾遮掠鱼。啊，因会先去咱台南的安平遐，吼，安平遐吼，先去遐报道哦。啊，你遐报道了，得到说啥？荷兰政府伊允准啊，啊领到啥？领到乌鱼旗，哦，你才会当落南，你的渔船才会当落南去掠这个乌仔鱼，吼，啊掠了，你搁爱转去这个安平遐，吼，甲伊迄个纳这个乌鱼税，所以迄个咱这条吼，古早这个掠什么鱼爱抽税，就是乌仔鱼。啊！你讲乌鱼嘛会使，是，嘿，4条命，平哦。好，来，请起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好，来，咱上个请出题。请问世界上敢若台湾有昆新这种地理名称？你敢知伊是种倒一款的地形呢 ？A. 来海仔边的铺轮 ；B. 外海的小岛 ；C. 海草的迄个搭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第三个，嘿，来记得哦。第三个，海草搭系哦。海草搭。哦，铺轮啦，小岛啦，海草搭啦。是，好来。哦，这地理系应该知影。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。哦，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C， 哦。哦。是安那我来问者，来，欣，你感觉是？嘿，我唔知，地理系，昆听就知啊。连到，先问连到好了。好，伊就是海鹰啊，甲迄个沙冲到海边啊。海鹰甲沙冲来海边啊。嘿，是啊。台南有黑人，对，我是台南人啊，台南人，加有在台南嘛，还有昆新有南昆新啊，西昆新安尼，沙洲，沙洲就是昆新的意思，是七昆新啦。即马就是讲吼，这物件先讲出来，啊，真正了解是老师。先清彩讲者。对，因即马真紧张，今日个答案拢讲出来安尼，是。我即马要来问者来，阮一点啊概念拢无啦，我就是乌白肉。不要紧，咱遮就是两个，嘿，一半，无定着就是死哦。阿姊，啊若是 B 要安怎？我就靠，我靠，啊若是 B 咱就结束啊，就看分数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4条命真熬捞着，来这边 C， 来咱先后一个，嘿，失败。好，来，我先讲内底海草搭，就是藻礁啦。哦。因为咱海藻台语也做海草嘛，啊，所以咱甲翻做海草搭吼，迄是藻礁吼。好，这条其实是有一点仔困难吼。这个昆新吼，昆新伊本来意思是讲迄足大尾的鱼啊。吼，啊，迄个像咱台南有无？以前地名吼，都有啥？1昆新、2昆新，一直到7昆新。吼，啊，其实台南人讲的这个昆新哦，唔是咧讲鱼啊，是啥？铺伫海面这个沙洲啦。
好，啊，这种沙洲咱嘛会当讲啥？铺轮，铺轮哈，爱是伫对，咱的内海甲外海交界这个所在，好，交界这个所在，啊，只要靠老的时阵就是退潮。好，靠老的时阵，啊，迄个，对，伊就会浮出来，迄脚车票就会浮出来，安尼有无吼？啊，敢若啦，一尾一尾安那足大尾的这个群星，所以是这种群星是咧讲咱的外海甲内海交界这个铺轮，就是沙洲，是。应该是上尾一个啊！加油哦！是不是上尾一个啊？对。哎呦，最恐怖的来，咱试一个好落啊！后一个，来，咱继续哦。吼，2万块到底你说人兜咧？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台底嘛即事，拜佛嘛即事，是讲这人安怎咧 ？A. 做人做事拢真老实。B. 清茶凊彩无咧看场合穿衫。C. 固执唔知通变通。好，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哦，台底也即句，拜佛也即句，即事啦，即事三的事事哦。对。哦，应该是青菜。来哦，哥。4、3、2、1，好来。时间到。来7。哦。这风险分开哦，这边 CC，BB， 哈，这边是 CC。哦，大家敢若对 C 甲 B 较有好落啊吼，较有兴趣哦。对。吼，你是安那？你感觉你是用微调的吗？我是感觉，因为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讲啊，你穿什么时阵你拢是穿什么衫，所以感觉是无咧看场合穿衫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这种礼仪一定是讲，哦，这个人就是唔知影变通。嘿，所以我想讲啊，这两个敢若拢有可能。唔过我是感觉是，啊，唔过我讲我分散 ，CCBB 安尼嘿啦。来，啊那咱这边的咧，新妇。阮就是迄妹妹讲，伊知影答案。哦，哎呦，妹妹无心灵，我尴尬。你尴尬？你是尴尬？勇敢型的。哎，不要紧哦，无听到就是死哦。哦。当时啊，你知哦。是，好，不要紧。问妹妹妈妈嘛，妈妈你嘛是选固执。对啊，因为妹妹刚刚进，係咯，就是伊知影答案。係啊，因為剛剛進確定，是因為這是做人的道理啦。我被歡迎，已經按時啊。哦，啊被歡迎過來，不要緊，無定到就是 C 哦，無定到嘛是 B 哦。哎呦，哦，那 B 就是這邊摕到獎金嘛哦。哦，啊那是 C，咱就真正有影平手啊哦。好，來咱來看一個正確的答案是。先休困一下哈，讲是一个失败，啊 B 留着哦 ，B 卖叮当哦嘿。好来，咱以前台底吼拢人工的嘛，啊你看你台底的时候，底下是毋是拍喷？对。哦，啊所以迄个你的衫加减拢会过着啥血水啊，过甲太高暖流无？啊你台底穿这束衫，啊竟然去拜拜，啊咱拜拜是啥？是真正式、真庄严的代志呢。啊你甲穿这束衫，啊表示这人啊啦，清茶，想过凊彩，唔知影这凊彩。礼貌嘛，吼，所以咱来答案就是清茶凊彩，无咧看场合的穿衫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来，咱今晚都要来看分数啊！是的。哦，来看咱这边的呆呆今晚还有2条命。嘿，啊，来咱这边的上强的呢？新妇这边存一粒爱心。所以讲，咱今晚2万块的奖金在这边。在咱呆甲女神这边咯，恭喜！啊，来咱奖金塔起来咧。哦，因今晚奖金都有3万块。啊，咱上强的咱就休困一下。咱休困一下，加油团，唔对，咱来替因加油。好，今日咧，小雨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揸回去。嘿，小雨我来排，大家做伙来。哦，咱今晚奖金偌济？咱今晚奖金有3万块啦，恭喜！3万块，所以。
有30秒。对，30秒是不是无够？因为一紧张插手就无啊，对吧？无对，加30秒，你好不？啊，速度爱紧哦，啊，通啊讨论。互相讲，试完就紧的走，试完就紧的走哦。好，来麻烦替我摆一排。先摆一排。做紧张的行动。嘿，第一位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通啊讨论哦。请对，搁紧到起来来。好，来60秒。加油哦！好，来车开始。来，互相绕开啊！求进步，进过来。马顺风，什么无论呐？哎，高头无论不是高前紧。拢总3万块的奖金赛特别开始咯，伊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咧？好，来60秒。加油哦！好，来车开始。起来。互相绕开求进步，进过来。马顺风，什么无论呐？哎，高头无论不是高前紧。小，啊，正脚来，小，哎，袂肥，啊，正脚来，1点2个，蒙拉减什么？水果，正脚来，高卖盘啊，乐球，卡呀，啊，正脚。好，来第一个。互相绕开，求进步，互相检讨缺点，啊，互双方拢会当进步。来，第二，好，咱做生理有无？咱会讲啊啦，啊，这吼买算分，啊，我若含你有交情，啊，迄个相请就无论咯吼。所以意思讲，做生理甲朋友之间的交情爱分好清楚。第三，家人的狗袂肥，一般狗唔用足够肥，啊，若袂肥的哦，可能得对家人念在，意思咧讲啥？迄点点唔讲话，啥物拢藏在心肝内迄种吼。较恐怖。对，这种人见得较恐怖吼。第四来1减2个，啊，忘啦，嫌西吼，这就是一举两得嘛吼。上尾这句。狗也会跋落树骹，啊狗毋是足够爬树啊，啊竟然卖跋落树骹，意思是啥？一项咱做熟的工课嘛有可能的啦，会突错哦。以上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快点奖金偌济？今麦有34秒，无靠到30秒，所以3万块拢摕到咯。好，咱今麦今日去颁奖。3万块啦！真正哦，娶某前生囝后啦，嘿，运气外旺呢，是不是？来3万块啦！来，原来伊是娶巧的，足巧的，不是因为你是娶恁翁就对了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哦，咱好运气来留着，啊，若是这不是无好运气哦，是卖失志啦，惊啥？因为啊，阮哦。专辑有啲有 app， 人因有download出来，因有下载来佚佗，所以讲因较了解，嘿，是，不要紧，咱这边咱嘛是有机会啊，因为啊，你若要来阮参加阮的节目，你就来阮的专辑有机会先甲download落来，吼，阮内面都有迄个游戏，拄拄啊游戏，嘿，你就通啊试看卖，来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2、1，来。来，回爸爸的菜龟进卡，嘿，来，5加哥，进卡，来，17秒，了什么？大吉，进卡，我跟他倒油，进卡，来，大人，爱趁钱囡仔，爱过年。你看，起码还没有错啊，这。哦，对，剩3秒，剩3秒，哇，顶到下。你就3000块，你就拿3000块。无唔对，真趣味，好，大家紧来去哦，去download落来哦。好，今日爱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是的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辛苦了，感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咱斗阵拼台语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下回再过来佚佗。谢谢，感谢，下回再过来，林淑琪厉害啊！下回再过来佚佗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